喂，阿 Ben，做咩睇起身咁冇精神噶？唉，唔好講啦，琴日女朋友呢話想結婚我，問我有冇樓，我話暫時冇啫。然之後呢，佢阿媽唔同意哦。咁啊，你就問啱晒人啦。你手上有冇6000蚊啊？每個月睇呢層樓肯定啱你噶，4房睇呢個廚房夠晒大啦，而且呢隔籬就係望住一線個河景啊！你有冇諗住以後生幾個小朋友啊？呢個廳夠晒闊啦，小朋友喺度電話都冇問題啦，而且望落去呢，仲有我哋嘅小區園林啊，成個公園咁啊！先睇翻我哋個房間先。房間嘅話，你肯定滿意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啱先問你打算生幾個小朋友啊？喺呢兩個房間係打通咗噶，左邊一張床，右邊一張床，咁你至少都要生2件啦，係咪先？隔籬有一個房間，你攞嚟做茶室或者攞嚟做私房、打機房都完全冇問題啊！睇翻我哋主人房，你2個人肯定中意噶，你哋自由發揮啦，夠晒大噶啦。喺呢度嘅話係非常之方便，你2個人呢食飯睇戲5分鐘就有大型嘅商場啦。如果想翻到香港或者澳門嘅話，我哋有樓巴嘅直接通到東涌嘅太子荃灣噶啦，先6000蚊一個月咋，冇話我唔幫你啊 Ben，快啲聯繫我啦。